講教育。喺立法會裏面咧，李家駒議員就住呢個嘅國家頒布嘅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咧，就提出咗一個嘅議案嘅，就係香港全民閱讀促進策略同埋呢個推廣力度嘅一個議案。咁我今日高興能夠請到李家駒議員咧喺呢一方面咧，同我哋傾一傾嘅。李議員你好。你好。係人工智能咧，好多時候咧，佢本身因為嗰個嘅成個機制啦嚇，都容易咧。如果喺網上有大量嘅一啲嘅虛假資料咧，佢都會最後尾嘅結果咧受到影響嘅。就呢一方面啊，同推動閱讀有一個資料嘅準確性或者各方面，你會唔會覺得都係一個鼓勵呢個閱讀嘅風氣嘅其中一個原因呢？其實我諗網絡或者人工智能嘅出現咧，即係都係一個被動閱讀嚟嘅。咁我諗書本嘅閱讀咧，其實係一個狀態咧。我諗係閱讀者係主動，同埋另外咧係邏輯性嘅一個完整性嘅一個思維同埋接收。咁所以我哋成日話網絡上邊嗰個閱讀係碎片化，就因為係變成資訊，同埋另外係被動嘅。咁呢一個咧，其實我諗特別對於年青小朋友或者我諗一啲學生階段，其實呢一個都好影響到邏輯思維。咁我喺議案裏邊都提過咧，就係話其實而家喺學術嘅研究上邊咧，有一個好即係大嘅爭議啊，就係話咧，我發現咗咧，2000年以後咧，全球人類嘅智商咧，其實係持續下跌緊。咁呢一個都係咧，相信咧，專家嘅都認為咧，係相信同被動刷屏，即係大量用電子產品有關，亦都同第二個因素就係後文字社會，即係閱讀量減少有關。咁所以成個思維嘅訓練咧，可能係邏輯性啊、系統性啊，都係有影響。咁所以呢一個咧，點解會提到話嗰人工智能軟件啊應用越嚟越普及嘅時候，我哋更加需要重視翻閱讀呢個完整性嘅閱讀咧，就係咁嘅緣故啦。咁我哋都明白閱讀嗰個嘅即係習慣啊，或者嗰個需求咧，亦都冇隨住成個閱讀，好似剛才你講一個碎片嘅形式，或者手機啊，或者係網絡嗰方面咧，係嚟到係進化嘅。咁但係我哋留意到一樣嘢咧，好多時候咧，如果一啲嘅細路仔好細咧，佢就有一個閱讀嘅習慣咧，佢就能夠咧喺長大之後咧，繼續咧係嚟到係維持到，或者係甚至咧更加主動同埋多元化。我想問下呢方面咧，係根據你過往嘅經驗，你對於一個細路仔由細嚟到栽培佢呢個閱讀，你又點睇咧？係啊，冇錯啊！閱讀習慣要形成咧，最好嘅階段應該係從細啦。咁所以咧，就今次議案我都特別有提到咧，其實親子閱讀係重要嘅。親子閱讀，咁我相信即係好多家長咧，真係都認為咧，細個嘅時候咧，唔好俾佢接觸手機啊，或者平板啊、電腦啊等等。咁好多家長都同意嘅。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嘅點，即係如果我哋係重視親子閱讀推廣落去，咁呢一個係一個可以容易形成同埋培養閱讀習慣。當然有啲家長咧就會覺得，哎呀，我哋點樣教小朋友閱讀咧咁樣，咁所以喺討論嘅議案過程裏邊咧，即係大家都有啲好好嘅建議啦，譬如話點樣培養啊，或者點樣可以多啲資訊俾啲家長知道邊啲書係好親子閱讀嘅技巧或者嗰個方法啦咁樣。咁我覺得親子閱讀係重要嘅。咁至於第二方面咧，其實學校都係重要嘅，因為學校裏邊咧有圖書館啦，亦都喺課堂上邊咧必然就除咗課堂上學習咧，都會可以鼓勵到學生透過閱讀咧去獲取即係學科上嘅知識啊咁樣。所以學校嗰方面點樣去做得好一啲，咁呢個都係從個年齡上邊由細到大要做嘅工作。咁我覺得呢兩方面啦，親子閱讀同埋學校嘅角色，圖書館主任即係好專業嘅都做好多工作。呢一方面咧，我覺得都係要去支持佢哋，或者喺呢方面係着力啦，咁令到嗰個閱讀習慣啊可以從細培養。係好，咁今日咧，我哋非常之多謝李家駒議員咧接受呢個嘅訪問嘅，多謝晒你。多謝你。